好啦，嚟到肥蘇足球世界咁啊，琴晚提供咧就都 OK 嘅，因為廚房方面咧亦都係一路咧都係正數噶。咁啊，至於咧視頻版咧就帕爾馬 OK 咗啦，咁啊亦都係可惜咧就文字版咧就係、只不過咧博洛尼亞咧就唔爭氣嘅啫。咁啊唔緊要，今日繼續努力啊！咁啊阿根廷甲組賽事，咁啊呢一場咧就係帕拉坦斯啦，就對住咧泰拉勒斯，咁啊亦都係大家比較翹口啲，哇肥蘇你好揀唔揀？揀呢場咁啊阿根廷甲組咧兩隊都好似唔識贏波喎，主又唔識贏，客又唔識贏，咁啊兩隊都麻麻地喎。嗱，首先咧你要了解阿根廷甲組嘅賽制，兩組啊 A、B 組各15隊，咁啊跟住咧就打16場賽事，咁所以咧嚟緊咧呢個 B 組賽事啦，呢一場啊已經咧就上咗岸出咗線㗎啦，呢個主隊嘅帕拉坦斯啦，咁啊至於客軍嘅泰拉勒斯咧。泰拉勒斯咧仲有2場喺手啊！嗱，佢哋真係要採取主動，要贏波嘅。嗱，但係之前嘅戰績咧就麻麻地啦，即係佢哋咧亦都炒咗佢哋領隊啦。而家取而代之暫代領隊咧就係呢個阿根廷嘅中場防守中場咧，就曾經踢過巴甲好多年啦，踢過國際體育會㗎，古恩拿素啊咁啊，但係咧今時今日咧成為一個暫代領隊，究竟掂唔掂咧？我真係唔知啦。嗱，不過真係咧要擺喺自己手嘅情況下咧。客軍嘅泰拉勒斯咧，我覺得咧就或者叫泰拉利斯咧，就我覺得咧就個鬥心會比較強，相對再加上咧佢哋近績啦，即係兩隊對碰嘅近績咧，即係歷史往績啦，近2次對碰咧，泰拉勒斯都係贏波㗎。咁所以呢場波咧，我反而覺得咧，即係講得俗啲叫做咩啊？即係知恥近乎勇啊！咁所以咧呢場波雖然作客情況下咁耐以嚟作客贏過一場波，但係可能會贏第2場喎，因為只要嚟餘下2場咧，佢哋能夠贏波咧，好都仲有機會出線㗎。咁所以咧，我今場波嘅睇重咧就係一啲客隊嘅，因為嗰個鬥心啦，嗰個仲有2場，咁相反主隊咧就已經坐定得落出線咧，就反為咧，我覺得咧就唔係咁上算啊！再加上佢哋今年其實主隊咧就帕拉坦斯咧，其實喺主場都唔係特別惡嘅啫，咁所以咧今場波咧我就冷敲一敲咧就係客軍㗎，咁啊今日就簡單少少啦。咁啊當然啦，除咗視頻版之外咧，文字版亦都有提供，而廚房方面咧，哇今晚多比賽咯，咁所以咧繼續咧就有好多靚料，咁啊繼續上去咧就支持我嘅肥蘇咯噃。